那次行动，没有任何人愿意想起。为什么？太过惨烈。这块怀表，你应该好好记住它。凶手有味道跟他一模一样。大草，孩子，当时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。我作为张作霖的秘书，完全掌握了奉天军械局的内部结构、轮岗时间，还顺利拿到了3号军火库的钥匙。所有准备都过于完美，但当时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，成功貌似太简单了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，当我们进入军火库，安放好炸药，准备点火的时候，张作霖的卫队突然出现。这时，我才发现整个军火库的弹药箱都是空的，我们中了埋伏。我们都被出卖了。火凤凰行动里出了叛徒。谁是叛徒？所有人都认为是苗长天，但其实是陈浩民。苗长天是陆丰的父亲。是的。你还是说说你到底怎么逃出来的？我之所以能逃出来，是苗长天不顾生命危险冲出军火库，引爆了我们带去的所有炸药。当时军火库一片火海，所有人都忙着救火，我才能趁机逃脱。为了报恩，我把儿时的苗华军悄悄带到上海，改名换姓叫陆丰，并把他送进了孤儿院。说实话，是我把他供养大的。陆丰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能够逃脱特密组和幽灵的追捕，仅凭他一己之力，根本不可能完成。帮助他的人，就是陈浩民。陈浩民不是也死了吗？我一直感觉他的存在就像我一样。果然，华强宇
在回国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。在这份情报里，我看到了他的照片。虽然已经过去18年了，但我一眼就能认出他。这个人非常谨慎，不会贸然出现在上海，必定为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。我怀疑，跟日本人泄露的那份绝密档案有关。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？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，代号叫“繁星计划”。陆丰手里拿到的，就应该是那份名单。只有我认识陈浩民。您如果相信我，我能把他找出来。我的枪决命令已经被撤销了，谢谢你。是你自己争取的，可惜东西还是让陆丰拿走了。东西一直在陆丰身上吧？我不知道。还能找到陆丰吗？他肯定会去救华香雨的。华香雨被日本人带到提篮桥监狱，即便能活着出来，应该也不会正常了。如果华香雨出现意外，陆丰肯定会带着东西消失。想要再找到他，就难了。你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掉。不过幸运的是，你遇到了我。别担心，我是帝国医科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。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，我也许已经是一名白衣天使了。问题很严重啊，子弹很深，还好没有打到骨头上，不然事情就更麻烦了。我们先消毒吧。现在我们来取子弹。其实我可以给你打麻药的，只是请你告诉我陆丰在哪。请告诉我陆丰在哪。我不知道。近期股市动荡起伏，现播报最新的股票价：
2323，光明电业3块4毛4，1342杭城容貌5块6毛8，3762盛虹糖业1块4毛3。那个日本女人是谁？他的目标不只是你。回答我的问题。日本关东军特务处的精干，在找你身后的那个人。我身后没有人。那是你还不知道。快了。你知道我身后的人是谁吗？我们也在找，包括你手里的东西。你帮我去华强。我拼了命的救出佛手，没想到落得这么一个下场。这次任务失败，上面怀疑上海特务处有内鬼。是谁？你、佛手，还有其他几个活着的特工，都将被隔离审查。幽灵怎么办？暂时由我负责。真的有内鬼吗？这次陆枫出现，确定了他之前的死。有人在造假，包括杭州四季青客栈围捕失败，都存在很多问题。你也知道，这次幽灵的行动调动了潜伏在上海几乎所有人，但是还是让陆枫跑掉了。而且这次行动的暴露，导致幽灵被76号围剿，几乎是赶尽杀绝。现在，你必须把佛手布置你的所有任务都交代清楚，否则
你可能走不出这个门。我执行的任务都在备案里。备案里没有的还有哪些？特别是关于陆丰的。黄大哥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有没有在执行幽灵任务之外，寻找过陆丰？没有，或者执行过其他的暗杀行动？也没有。你和花向宇去杭州到底是什么任务啊？在得知陆丰死的消息以后，花向宇情绪波动很大。他根本就不相信陆丰已经死了，所以就私自展开调查。我怕他惹出事端，所以才带他到杭州去散散心。但是陆丰也出现在杭州4级请客站，我也没想到啊。那为什么下令让幽灵的特工撤退？陆丰拿着枪指着我的头逼我的。佛手到底下了什么命令？放陆丰走，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76号的视线。务必找到季云中留下的东西。杭州和上海大通银行2次围剿，这个人都在这儿。他是谁？他不是我们的人，我没见过这个人。确定？确定。花小鱼怎么样了？被日本人关在提篮桥了。那我们怎么救他？没有人能从提篮桥安全出来，所以才要救他呀！拖得越久越危险。我们现在的第一目标是陆丰。陆丰又是陆丰，就是因为陆丰，所以花向宇才被日本人抓住的。救出花向宇，我第一时间把陆丰给杀了。你敢这样？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花向宇也是我的战友，我不希望把他救出来吗？提篮桥是日本特高课关押重刑犯的聚集地，你也知道救出他来根本就是徒劳。只要能救出花向宇，我一定能找到陆丰。等你的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。相信我了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已经在上海了，有兴趣见面吗？怎么？还是不相信我？
你认识我父亲？不只是认识。在哪见面？有人会接你。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坐吧。这是被大火烧的，从颈部向下，全身都是这个样子，算是九死一生吧。左边那个人叫松下，你认识；右边的人是我，中间的是你父亲。我和松下这些年来一直在找你，直到前几个月，松下才确定，我们要找的这个人，竟然是你，他的学生。这是松下老师留下来的。这个照片一共有3张，我1张，松下1张，还有1张在你父亲那里。你父亲是在火凤凰行动当中被叛徒出卖牺牲的，而这个叛徒叫闪官，军统的高级特务，代号佛手。你有证据吗？这些年我一直在找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所以很多人也在怀疑我。毕竟在火凤凰行动当中，幸存下来的只有我和闪官，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，这个叛徒就是这个闪官。从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，更确定了我的判断。他为什么会选择我？因为我知道闪官秘密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，他必须把我杀了，而他相信只有你才能把我引出来。所以他收养了你。如果是闪官杀了我父母，我也一定会杀了他。请你先把话听完，然后再做决定。闪官真的不会潜逃。
就是要从季云中手里拿到一份叫“繁星计划”的名单。繁星计划的目的是什么？繁星计划是一个惊天的阴谋。日本在入侵中国之前，在各大军阀里都培养了他们的间谍，而且在国民党、共产党，甚至在苏联方面，也有他们的人。日本人妄想某一天，这些间谍成为各大组织的领导者。他们妄想在5年、10年之后，统治中国的，是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府。这样，他们就可以更加根深蒂固地统治中国。经过10几年的精心扶持，繁星计划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。你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，就是他们核心成员的名单。闪光跟这个繁星计划有什么关系？目前还不清楚，所以我要跟你说，这个叛徒现在还不能死。不管他跟繁星计划有没有关系，如果他是叛徒，他就必须死。如果闪光和繁星计划有关系，他死了，会有人马上接替他的位置，所以要暂时留他的性命，通过这个名单顺藤摸瓜，搞清楚这个组织的脉络，这样才能够把这个间谍组织一网打尽，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。陆枫，我想这也是你父亲最想看到的。请问还需要多久？我怕我坚持不到那一天。你必须坚持。我知道，你想杀了上官，为你父母报仇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抗日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国恨家仇，哪一个更重要？你好好想一想。季云中为什么把名单留给我？季云中是我们多年前安插在军统的卧底，我是他的上线。他拿到名单以后，就已经被76号死死盯住了，上官也控制了他。他和我们的组织断了联系，不能及时的把名单送出来。当他的生命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，他想到了你，因为他知道你是苗长天的儿子。终究有一天我会找到你。他跟我父亲也认识吗？当然，他们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，而且还是患难与共的生死战友。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，你父亲叫什么？我是孤儿。可惜了，我那个朋友是东北人。76号已经知道了是你一直在帮我，现在他们应该也知道你在上海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审讯你。这是技术科送来的新型审讯药水，到目前为止，活着的都开口了。如果这个药水不能让你开口的话，那你对我也没什么用了。嘉亮，嘉亮必然死亡。执行命令。是。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报告。山田涼子です。どちら様でしょうか。ピアニストの先生だ。はい、長官。ご命令お待ちしています。
情况怎么样了？陆峰现在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我，所以关于名单的事情他只字未提。但是对于我和他父亲的关系，他应该是相信的。恐怕还得慢慢来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各方势力都在寻找名单，追捕陆峰。你要尽快取得陆峰的信任，而且要全力保证陆峰的安全。是。为了死去的战友，这次我们损失太大了，几乎是全军覆没。没想到沈啸居然还活着。终于报了他特密组一箭之仇。沈啸这个人的手段非比寻常，您最好尽早除掉，否则必定是您的心腹大患。我和沈啸之间的恩怨，迟早会算，但眼下最迫切的任务，还是要解决陆峰，拿到他手里的东西。处长。我骗了方立人，他在调查大同银行事件，包括之前的四季青客栈事件。您当时命令我去杀陆峰，但是为什么在四季青客栈的时候，你又让我放了他？知道了又怎样？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。到现在你还认为陆峰是自己人？现在没有人希望他活着，特别是我，处长。现在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你当初没有杀了他。才造成眼下这被动的局面。处长，陆峰手里拿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如果是我，就不会再问。你我，包括他陆峰，几乎所有人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，对于历史来说，微小到连一粒尘埃都不算。我现在说这些。你也许不懂，但我相信，你终究会明白，孩子。我相信你。对不起，处长，我没有怀疑你。我只是有些迷茫。我理解，是否能达到这伟大的理想，要靠我们共同的努力和奋斗。我明白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。除了陆峰手上的东西，还要找到照片上的人。是。进来。处长，人都到齐了。接下来的任务会非常艰巨，你们都是我精心培养出来的，你们要不负所望。下面，我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新队长，胡飞。这位就是你们的新队长，
今后所有的行动都要听他指挥，他代表我，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。是。繁星计划，胶卷里是繁星计划的名单。难怪山田凉子要亲自来上海。我现在明白，军统和日本人为什么拼死要拿到胶卷了。看来他们要有一场必死之争。陆丰那边什么情况？按照您的命令，蓝兵继续在陆丰身边卧底，我也答应和陆丰合作。但是，花向宇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。犯人在提篮桥一般只有24小时时间。山田少佐拒绝把花向宇交给我们。陆丰会把胶卷交给我们吗？他现在急于救花向宇，应该不会耍什么花样。你先和陆丰周旋，他比我们着急。那个陈浩民我查过了，是共产党。他应该和繁星计划的名单，或者和陆丰有着什么关系？看来共产党也想拿到陆丰手里的名单。共产党、军统、日本人会为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杀个你死我活。我们坐山观虎斗。但陆丰非常谨慎，见不到花向宇，恐怕……花向宇的事情我来办，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寻找陈浩民身上。你一定要在军统和日本人之前找到陈浩民。是。是因为要救花向宇，所以才和沈啸达成协议的吧？我不会相信沈啸，只是想摸一下花向宇的情况。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的。我有准备。看来花向宇对你真的很重要啊！但是你应该清楚，个人的价值不能高于我们的使命和战争的意义。希望你三思而行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轻易得到胶卷的。狗就是狗，只有唯命是从，才有饭吃。可他就因为忠诚，比人活得简单，很多时候才能活得更长久一些。那也要看遇到什么样的主人。任主任请我来，不仅仅是喝茶吧？有话直说。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我想找山田少佐要一个人。除了花向宇，其他人都可以。佩服，少佐果然智慧。如果说任主任想用花向宇换取陆丰手中的胶卷，我劝你还是断了这个念想吧。敢问少佐，为什么？如果陆丰知道胶卷里的秘密，就算他给了我胶卷，那时候胶卷里的秘密还是秘密吗？第一，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道理，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找陆丰，还要拿到胶卷？第二，就算陆丰知道了胶卷里的秘密，他也不可能告诉任何人，因为这是他保命的护身符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他就没有筹码了。那他身后的人呢？陆丰的资料你也看了，他不可能是共产党。